好，请坐吧，请坐吧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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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简单介绍一下自己，还要来香港多久了吗？我叫小柯，来香港6年了。我叫陈美珍，来香港就2年5个月。我叫阿蓮，嚟香港3年。我係一個單親媽媽。叫李建霞，我來到香港已經有10年。我都嚟咗都好多年啦，因為阿女由細喺度讀書嘅。你可以用3個字形容一下這幾個禮拜的感受嗎？好新奇，好治愈，好開心，輕鬆自在，好享受呢個過程，很治愈我們的心情，很享受這個過程。因為未試過咁安定去坐住做一個成品出嚟，好感恩，好開心，很放鬆過程，放鬆享受，多咗好多姊妹朋友啦，冇咁孤單啦。做嘅時候就招呼返煩惱好啊，有朋友一齊咁係好似開心咗好多，困難都好似容易啲咁樣過。你可以介紹你今天的這個作品，還有這個作品如何代表你自己嗎？我這個作品呢，就是一種溫馨的感覺吧，有家的吧，有動物，有人，有房，有綠植。好想有一個住嘅地方比較好啲，因為我而家住喺劏房啊嘛，都冇窗啊，同埋咁如果好似咁大自然嘅地方，養啲狗啊、養啲狗啊或者雞啊，我都好中意嘅，同埋倉鼠我都好中意嘅。我就覺得那個小孩就是我。其實一個小朋友就是我們整個的人生咯。其實我很向往大自然，因為自由自在。但是呢，生活中又有很多牽絆，所以今天在做這個的時候，我就把小孩當成是自己，可以走到很自由自在的綠色的大森林裡面，可以深呼吸，可以放鬆身心。我感覺這個活力就像我們生活中的磨難一樣。我們也許像小鴨，或者像小烏龜，或者像小白兔，生活肯定有很多磨難，但是我們要積極陽光向上。所以我們要自己還是要積極的去面對我們自己的人生，雖然很難。如果你要跟一個剛剛來香港，然後和你處境差不多的一個媽媽去打氣的話，你會說些什麼呢？唔怕㗎，有咩你講出嚟，好多人都會即係會幫手嘅。當下那個時間確實會擔憂，只不過我現在已經走過來了。我轉頭看看以前的路很艱辛，但是自己也能做到，走到現在。同多啲出嚟同我哋聚會啦，傾下偈啦，越來越好的。雖然好艱苦，我哋都加油，加油，加油吧！加油！我也是這樣子來。